台南安南區頂一個爆災事件，今仔日因為較好天，總算會當清理甲修復。這個事件造成12戶受損嚴重，也閣有要300戶受到牽連。社會局針對重災戶上濟分12萬的慰助金。不過，這個爆災案件姓王的主嫌是已經逃走出國，災民驚無地討賠，希望市府會當甲因鬥相共。落雨一禮拜，總算出日頭，受災戶透早緊請人，先甲窗仔外口釘鐵片，暫時夾好，才閣重新裝窗仔。實際行去民眾的厝內，規個內面綠蒼蒼，塗骹閣嚴重碎玻璃，天棚總壞去，嚴重漏水。這陣才要修繕，在地民眾有夠無奈，認為後續要修理，還閣開一條沉重的費用。賠償，那賠償未夠啦，愛用啊，無變。政府補償爾，伊個我賠袂到，阮規個攏有夠濟錢啊，都毋知要哪舞啊。現場毋有設指揮所，安南區公所人員伊也嘛無休困，去每一間住戶發放受災救助補助單。那這陣爆災案件造成12戶徛家嚴重受損，邊仔受到牽連的徛家嘛有要300戶。我都估算啊，迄玻璃啦、碎糊糊啊、天花板啊，話順無到的啦，攏會陸續發現有一寡問題。閣無經費通去修理啊！申請書填好就可以直接在現場能夠受理吼。那一切都希望能夠提供災民最快速、最好的服務。追究這場爆災責任，姓鄭頂3個共犯已經獲法院裁定羈押禁見。不過姓王的主嫌煞走去越南，就驚到時討無賠償。受災戶毋望政府協助替因代為求償，甲財產假扣押。另外，這陣工務局已經派技師來鑑定厝的結果。社會局嘛針對重災戶核發相關12萬的緊急慰助金，行政期限到9月底，協助災民渡過難關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